关系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政府推广着在地优质的好米，特别来举办着台南好米季的活动，要用优质米来带动着农产品的销售，让农民赚有钱。根据统计，台南种水稻的面积占全市的11%，其中有真侪优质的好米产出。为着要帮助推广，目前市府农业局继续办理台南好米季的活动，让大家有机会熟悉这的好产品。嘉南平原是全台湾的米仓，台南市里面总面积里面有11%以上都是种水稻的。因此，虽然我们是科技大镇，但是千万不能忘本。所以我们是靠农业起家，也有许多农民、许多市民朋友们是靠种水稻的。那种水稻种出最优质的台南好米以及台南月光米。活动迄天利用大型的稻草种植艺术来吸引大家注意，唔但是鼓励亲近大自然，嘛希望传达莫受稻草污染空气的环保意念。阁有真侪体验和 DIY 活动，现场嘛有优质好米所做油饭，互参加的民众来食。伫现场嘛会使买到，希望互大家爱到台南的米。